唉，咁大幅田點耕啊？誒，新哥，係點啊？新哥，年輕人，有咩難處啊？唉，咁大幅田唔識種喎。哦，耕田呢啲嘢，等我過幾招俾你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清遠市鄉村新聞官侯卓新。春耕時節，萬物復甦，正係水稻播種嘅好時機。但要想有好嘅收成，就需要注意以下幾點。首先，稻田管理係關鍵，大家一定要揸住晴好嘅天氣，及時耕翻整地，做到稻田表面平整、土壤鬆軟、土肥相容。同時咧，亦要把啲雜草清理乾淨，咁樣先能夠為水稻嘅生長創造良好嘅土壤環境。其次，選種同浸種都好重要，大家要選擇一啲優質專用、抗逆性強、熟期適宜嘅早稻品種。響浸種前，最好就曬種1到2日，再用水選法剔除一啲唔飽滿嘅種子。浸種時要使用一啲藥劑進行消毒，預防水稻苗期病害。同時咧，要嚴格把握浸種時間，要保證水稻嘅發芽率同埋整齊度。另外咧，亦都可以直接向啲育種工廠購買一啲種苗。水分控制係培育壯秧嘅關鍵，大家要記住旱生根、濕長苗。咁要想秧苗根係好，苗床水分控制又少唔到嘅。響秧苗生長期間咧，一定要保持苗床濕潤，但都唔能夠過濕，以免咧高溫高濕造成缺氧，影響秧苗嘅生長。科學施肥同病蟲害防治都係春耕水稻嘅重要環節。大家咧要根據土壤呢個檢測結果，科學合理咁調整施肥方案，實現精準施肥。最後千祈唔好唔記得對農機具進行全面嘅檢查同埋保養。春耕所需嘅各類農機具咧，比如拖拉機啦、播種機啦，都要進行全面嘅檢查同埋維修，確保性能良好、運行安全可靠。